他也比公鸡托公个在于这公出接了也比这呢，这万家里呢，他的那八圈黑，那七万黑人，干这个大个中个，先出配的店里将光子热的穷啊黑，月月日日容个怕嘛大不给呢，地动能把跟的，可见才康西不用啊比就也。有俺娃跟张同中，家的两路活穷个，活做谁的地，活嘛日日呢，容个不住大不在呢，大熊公的些把人，月月东西把那几熊些把呢，垃圾就下上丢丢一啦，可见在我沙漠一个那里，没一啦结果的话人。第二呢，张图中家的两路活穷个，日子差的跟具体差入牛人。现在东拿出日子左边活嘛子，娘的家的就家路呢，扎的学就一啦。现在的家的的呢，差的现在也比西巴出来大些，这次蒙不起也拉过。每天早晨就是早到学校来嘛，看下我们的老师在做啥子，所以就我经常把好的来就发到朋友圈。这个发的原因就是让老师们觉得在校长心目中我还是不错，在朋友圈里头把好的发到我们工作群里头来，就希望在这件事高上老师就引起注意嘛。张图中家的活穷呢？总用的日期7千元，家的两路的活穷一人，活穷个用这个，在这地大东西把钱捐通中，用钱所用了，通钱学就业，西把出来钱呢，你在三把这东，一在三把这用他把呢，忙比啷卡，俺里用把些。哎呀，没错。哎呀，俺这没错，那是的。张春呢，大罗罗接着，为中给进的呢，可容大东能一公的才行。야, 남총, 주치됐다고. 주치됐다고. 아, 여러분 못 따가서 여러분한테 붙여서 와. 그렇지.日子出版的呢，张图中家的两路活穷个，胸前拖所以天气阴的，出版的罗马在感受的，这着接了作业。第二要来出版，但就跟罗的日子差的了，这的学就业。下面我来点名一下哈。5年级2班王母，5年级2班色嘎拉姆，5年级2班隔日准。5年级2班隔日准，隔日准没有来吗？没有。老师，我今天中午好像看到他被他爸爸接走了。他爸爸接走了。想问哈，就是您班上有个学生参加合唱，但是他今天没有来，他叫那个隔日准。啊，隔日这地里用没把黑节，给养老东3年，娘等隔日这从了，那次积累现场送下去。是这星期俺娃跟张图中了，前牛错把米4多年家讲了月节，总共是日天不动，路东米跟着这些，小路东真正用的，吃到过一个，罗素赢得起3把了，积累3部些兄妹。隔日这家阿爸生着呢，3年就新把黑人，空给本米黑家人的肉的呢，感情很别，看的听懂了，来个例如些他呢，来感情来中，看片越的牛眼。شاكر ذلك ذا نموت
没得嘛的，做了等着是为第一个学期嘛的，这个也是的。等年了嘛的，也没了一个讲噶。这个嘛只是一个代表，有些家长真的是不理解，而且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就是唱唱跳跳的学校，他们就想学下藏文，还有个数学，语文，因为这些都要考试，他们就想把考试成绩当第一。这。随着的落点节目的西巴子黑的个兰卡店铺送学学，因此呢，西巴热热啦，融融跟交通月比，点开动团结全部集中，干啦啦，来往啦越给动头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姐姐就考进马师校了，我来那一年没考进，我们俩是同一年考的。爸爸就问我们两个。你们是读书吗？不读书嘎？我们姐姐就当然考也考去了，她说读书说了，然后我也说我也读，爸爸就说那就好嘛，然后就我就去复读。他们你家家属我随着的得让我活起来就这些，可米黑家人的的，利用了一个东西，感情融入了，你是三木兄一比，米中西巴俺的目不黑了，如些特别人的中业。为中藏穷萝卜的拓展马用于那次国际，给聪明那次的啦都能进步些。而且你们俩就往南面大走，然后你们俩就往上渡口，你们觉得？让球！让球！这是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跑出来看我呢？没看到。找到了，在哪里啊？哦，早就走惨了哈！过来，慢一点，咋个的来你？几个的？不想读书，回家。为啥子呢？我们老师些全部都出来在找你，你在咋子来你？为啥不晓得说啊？你这个卷起。藏区3年去年毕业这国际，随着的才1年得了800人，一马西巴拉接到健康天的合作动啊动，藏区俺为里比过呢，后来又错了，感谢先生出几天的，随着了上次300些些。他成绩不算好，最大的就是他性格不好，就是有点孤僻嘛，跟到这个同学也不一起耍，也没参加到任何兴趣小组。他们班主任问他有啥子爱好，他就说他特别喜欢那个藏戏这种表演性的舞蹈，所以就班主任我们商量了之后呢，就把他放到那个我们藏戏团。第二次这季，拿出日在左边，罗马过去个桥大度娘的，才当历史些把人。那个开设之后的情况，就说是小学来开设了28个项目。总的来说呢，我是支持这个学校，我们娃娃一直在读书嘛。我觉得这个学点这个唱歌跳舞啊这些可能要耽搁一点那个学习，我觉得还是学点这个主科比较好。好，这个疑问呢，我觉得还是我解释一下啊，因为我们学校先来了8年，政治公理学界，切多次大家点着我把么家把人。谢谢大家啊。1楼、2楼、3楼。同学们，隔日准呢，今天又回到了我们这个集体。下周呢，我们的汇报演出就要开始了。随着季罗素原木动员，我这节拍马用，我这节娘来粗鄙农书吧明特熊。丁从是随着季抵达藏区路，别接离个粗鄙插用空的陈华人。刚来的时候他还跳得不好，那些娃娃些都要笑他嘛，动作不协调。但是呢，在他好生努力下，然后那个老师经常表扬他，然后就他的成绩些越来越好了，老师也喜欢他。发现一个亮点的话，他自信来了，自信有了，他就做任何事情就有动力了。
随着今年之后，张同宗家的两路脱穷的，南穷差的粗把你去了做一笔，西巴做融入感情粗笔弄的训练，那么人的也在了，一来写出把人。让他们来在那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当中来，就相互学习，感觉就是幸福的大家庭嘛。随着的，如果在西边孩子那面呢，或者些当就引他些些，别家给你顺着的两年，或者些被他老些做把人。此地呢，西巴出了最晚7月，随着的能用土米碰的一拉讲业。差点了点目的比贴到子，差点要么些的，西巴做了，得大比黑些件检讨也把马黑些电话些，融入所以毛病得了没几笔，随着的西巴子啷个经常是当地人把没黑面，米西巴做了，花所动，只往啷多几个老年这点要么些呢，或者用个卡数要不人也他吧，一起就可以。我喜欢养花，因为在我心目中呢，我觉得我对花系呢跟到我的学生一样的，随时关注它、观察它，看它哪里有的问题，有问题的话我们及时给它纠正，一定把学生来当成花一样的。这些娃娃呢，就像那个我们门口的那个春一样的，6年的精心呵护下，让他们呢飞过高山，飞过大海，然后就实现他的梦想，帮助更多的人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我期待的。在于我呢，继续下去呢，合作设置机，西把移动节假日了，开朗比当家一人。赶这个大个中，新出配的店的经过子热的穷用，那大比门哈送这些人。可中给住着那个西嘎东，感谢出了还种恰吉也。其实啦，给钱没钱使不了，都干了两笔。钱就个地了，你们人是不懂他把下去呢，热的就人的钱起来就些。你们就多记住。对的，热的穷阿姨，李主从头娘的，给不容不。给送空的书吧，什么西巴人？这个我的工作人员写的。看到我金老爷没来过嘛？没来过，第一次，今天就第一次。所以金老爷我们养把俺一把嘛。只要你俺老人协商嘛，老人协了早在，那天就跟他们说。都有人不懂。你看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写的，晓得不？哦。我不是说就今天晚上就这了啊，再就我加一个那个免税，然后拿来。谢。这有啥子就可以。经常我哋要去跟着老人去耍哈。谢谢。你的任务就是这个对象就养老似的。好。这个你对幸福就是过要了似的。我们办公室在隔壁子。好。有啥事就过来。谢。这些得来。这些得来。哎呀，好的。容不给这些嘛团。给不喷作用，下娃穷个些个得了，空出龙巴人。给不喷作，大陆落家是硬币，配的另个落那青头鱼给不些人。他本来就来了以后他就腰杆一直站不起来，脚杆也不好，腰杆也。再一个脾气又坏，他一个人做的都有特别的造孽，他要不要把他弄出来，跟着大家一起做好了？老人嘛，有些时候话多一点嘛，你摆我摆你的，摆了一点开玩笑一点开，他马上就没话。但现在我们大家都注意得很。在我们声音小了他不听不得，声音大了外头人一起听到了，我们骂那样子。
你的性格就是来点火火辣辣的，这叫多破烂的来说，你来无所谓，晓得不？但你这个声音太大了，就那个老人就受不了，晓得不？他2分钟就过了，你这2分钟就把他框了巴适些。总有一天我们也会了的，对你们的要求了是吧？把每个老人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。热的中晚，得到哥哥子的啦，发送起完了。罗我蒙不一个人啦，空给开里给波陈元达大雄协办的立给把黑着。给波陈元达呢，重启个没人啦。罗我蒙不一个人呢，或者基本大个来问题。俺就是拿来以阿里第一送的那个这把些，就是罗那给he，不主动下场你这公没的，大雄先给没把。在我妈妈看到阿爷去后，我妈妈跟我说：“儿子，看着这个老人特别的造孽，我希望你把他养好。”我找到阿爷，跟阿爷说：“是阿爷，你们的儿女不怕的，我自己父亲没在，我来养你，我当你儿子。”热的中医马个东路给开了给波陈元达大雄协议，娘的错东呢。老我就更过去，你东接住了也到东部，给波陈元达公路过个来随一节，热的东点的给把些，热的给用个在往南马来点呢，给本的热的没有东马扎巴的大雄公里些，3个特别在往南端的用给，热的从啊东给波陈元达你把在往沙漠交些，骗子就些啦这空早些。因为热的穷阿拉才拿，在往南蛮的没他的兄弟，切在店铺上。这个是我妈妈，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过，儿子，妈妈生你养你特别的不容易，你一定要这辈子要当个好人。你所做的事情都做到了，你放心，妈妈。给不送波给送空的用节，张些扎大比带空的带把马些，错于天的中一瓦全部上一笔，空了3个全部天，为中靠了才拿，一面就可用的了，中落高一，刚刚接下多面的节，热的穷一中，月给弄了才拿，开中个弄呢，3节东啊，其实也把3不东西。这个。老人呢也早年，他也一个人孤单的很。我也希望他呢，还是今后这个得来了以后，他就慢慢叫他开朗一点、开心一点、快乐一点的。也不中国，他们个出版的啦，刚是就办动，月个在错拍摄检出是东西，各个地区下了年的，热的穷于果干得到的呢，月个在差别差这些，人族写这些。今天叫我们把这个节目全部完全整完要是的哦。明天后天你们只要吃饭的时间是哦，不带意见吗？不带意见。同志们，大家好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。最漂亮、最体贴的。好，他叫宗谷。热的穷一种国家当子些的，给不送波，全部都托比国家忙走的话些，给不送的种，人家连得个有这空才就出去。各个地区下来一个。这里新竹里的块个，给谁没难弄，给从空个给弄了，藏着些的用些。因为老年人家中有一老是一种宝，我们社会上有一个老的也是一种宝，所以说你们不要觉得你们孤单，全社会都是你们一家人。我们今年61个老人
社会上关心你们的多的很少了嘛，就是喜欢你们吃好穿好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这些门南哈里农的，给起错了，头壳都动动些些。人把快个使用其中，米三节轻松轻步的了，如让通那些。热的冲啊动，给得到了，也启动，热往哈里农都早些。光是树干的甩的就老高不牛，身材不牛不得行了。哦，脚杆要牛，腿子要牛，全身这样子牛，你看，这样子放下，这样子高矮，这样子做，你看嘛，人家是。给弄了下头多钱，对着我才从业热的从一种，我才家的用的下头用把些。这把你看到我吧，他叫我这样子，也这样子走，对，我这样子啊。这样子就好看了。热的从延边最后，罗木等就是了，给自连连拖一动，热动苏的叶子了，就要全部说一起。给送工跟他把用，建立经济世界。热的其中，用个年轻人，给人的感受来积累动，多少功力些比。年的呢，给自强动，热的呢，吃多大不来这些。热的就跟我，也不用不用，差点10块的能收把些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这样子不是。我这以前自己不会跳，那么我自己首先要活跃一点嘛，我才这些老人去教得下去。我自己古板一点，就让这个老人去更加活动不起来了。只要你们懂，感觉懂到你们的些。你给主心讲比，各地就吃中的了，强特动，只能去造势。弟弟呢，各个地区给你们人啦，给送空个各个子，一日日不些比你们人。天下的所有老人们，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，感谢得了。我从来没想到我退休，要自己要更加的努力，两个要去自己过去没做到的事情，要想办法。人活到这时候啊，一定要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关心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干干净净做事情。越给人家先来这股的活动，这个呢，连同我插入用下的呢。热的穷活动，随这些容易来说比农家动热话迁徙的人，融入所些才能个这样慢慢的别的门多活动，地动哪把跟的，一住些比也去颠簸就业。